该签诗、必签诗嘛是专业。咱全台湾有真侪庙师，大部分拢会当跋杯求签，也毋过敢若有一成至2成的庙师有专人伫解托讲这签诗是啥物意思。为着要培育这款的人才，解签诗的人才，即马台南市政府和民间团体合作，有咧举办巡回讲座。签诗自古以来就是民间信仰文化真重要的一部分。信众透过求签、跋杯、解托诗句，来为心内疑问找解答。签文来了解咱要问的所在，是看会当得到好的期待，还是讲由这个签诗的这个指引，互咱有心内结心内疑问会当顺势，会当来解化。虽然全台湾大部分的庙师拢会当求签，不过一般的民众实在真歹理解这寡诗文的意涵。专门有人咧解签的庙师，敢若一2成，而且人才是愈来愈欠缺。我们有200个，我们希望这个变成我们整个签诗解签诗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种子我们开始那么提升大家对签诗文化的了解，提升文化的水准。为着要培养专业的解签人才，台湾的历史文化古都台南市得甲民间合作举办巡回讲座，希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签诗，做伙传承这项信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